歡迎來到熱那亞。在熱那亞市中心，坐落着努因齊亞塔廣場，這是城市中最優雅、歷史底蘊最豐富的地方之一。廣場因宏偉的聖母領報大教堂雅斯塔托而得名。這座教堂是熱那亞巴洛克藝術最傑出的代表之一。進入教堂，遊客會被壁畫、大理石和精美裝飾所震撼，感受昔日熱那亞共和國的輝煌。幾個世紀以來，努因齊亞塔廣場一直是連接歷史中心、古港以及通往亞爾波爾切維拉道路的重要節點。商人、旅行者和朝聖者都曾經過這裡。如今，廣場充滿活力，居民、學生和遊客每天在此相遇，欣賞熱那亞歷史城歐最迷人的景色之一。努因齊亞塔廣場是探索熱那亞真實魅力的必遊之地，這裡融合了藝術、歷史與傳統。